咱做伙来祈祷。你要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引带，互阮会当伫今仔日，也是8月份的第一主日，阮组织伫教会来敬拜上帝。感谢上帝伫过去1个月的保守看顾，会当互阮拢平安顺遂，嘛通互阮伫进入到伫2020年下半年的时阵，会当互阮有缘孝顺上帝你的恩典。因为上帝伫8月份，阮知是一个真有疼的月份，因为有爸爸节，因为有幸福家庭的主日，也阁有阿公甲阿嬷的主日，阮拢恳求上帝你帮赞，赐福保守伫阮逐人的家庭，会当互阮就亲像约书亚的信用告别所讲，我甲我的家拢要服侍耶和华。愿上帝你赐福，互阮淡水教会时大时小，拢会当伫上帝你的怜悯看顾的中间，拢通平安喜乐、刚强甲壮大。天父上帝，阮嘛从今仔日个礼拜，再一次仰望伫主你的面头前，愿上帝你的圣神亲自做工，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已经进入到第8月份，嘛代表咱的下半年已经完成7月份，一步一步，时间咧过真紧，嘛通互咱伫上帝的听内底，继续得到上帝的保守。咱伫今仔日，咱要通过马太福音书14章13节到21节的圣经，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三个来分享。今仔日的圣经大家拢真熟，是5块饼2尾鱼的故事。这伫圣经的中间是耶稣的神迹，伫耶稣的工作的中间，若行神迹所带来的结果，是互人感觉真不可思议。所以今仔日要讲圣经在的前，牧师嘛要来小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嘛互咱会当倒再一次通过圣经内底的神迹来做一寡了解和概念上的认捌。当阮咧读神学院的时阵，若上到圣经的讨论，一定会来读到这本册，叫做《圣经的本质和权威》。这本册伫阮读神学院的时阵，一直用到即马。伫这本册内底写了真详细，伊来甲阮交代，嘛安尼来甲阮提醒。伫圣经内底，若讲到神迹，真简单讲，这就是上帝互咱的恩典。特别若伫新约讲到神迹，其实有3个真要紧的事爱来认捌。第一个就是一个记号，第二个也就是有能力的作为，第三是有奇妙的代志。所以换一句话讲，伫5块饼2尾鱼的这个神迹的记载内底，咱会当看见着讲上帝透过耶稣来行这个神迹，伫这个神迹的内底，互咱来认捌着上帝的主爱、上帝的良善。耶稣也通过这个神迹，互人有心来担着天国的价值，进一步来互百姓或者是群众会当羡慕这号福气。所以咱要来看今仔日的圣经前，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做伙分享的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书13章12节 A。马太福音书13章12节 A， 咱做伙来看台语，咱连续来读2遍，3来。因为既若有的要互伊，就伊有剩。搁一遍咯。因为既若有的要互伊，就伊有剩。
感谢主。咱拄则所共读的圣经，拄则主中执事所带咱做伙看的遮的记载内底，五块饼两尾鱼的这个神迹，咱一开始看起着有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耶稣伊的心有灵敏。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第14节。虽然耶稣伊咧休困，却是伊看见着规大阵的人来挖伊，希望讲会当通过耶稣来成做伊的医病的时阵，耶稣的心是灵敏。如果你若手头是摕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这则圣经节伊写讲，耶稣动了恻隐之心。这个恻隐之心啊，伫咱白话字的圣经就是灵敏。通过安尼，咱看起就讲耶稣用伊的疼心来去款待有需要的人。确实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天色已经暗，所以大家嘛巴肚开始有枵饿。所以伫15节咱看起就讲学生就来就近耶稣，来甲耶稣提起着，这是旷野。个时已经过，就互众人四散，通去乡社来买食。咱通看起就讲，文道伊真职，嘛真保护耶稣。毋茫讲伫真有限的资源内底，耶稣会当成大声享用。确实，耶稣伫即个中间来回应互学生16节讲，因毋免去，恁互因接。耶稣伫今仔日个圣经节内底，咱看起着有几个动作，其实就是咧有表后续遮的圣餐，就是八饼然后分享。咱看起着耶稣八饼分享了后，门徒将5块饼2尾鱼安尼落去分的时阵，伫现场既然无有算负责人甲婴仔，敢若食的5000人有剩。然后倒剩12斤。这个故事，我想咱伫主日2，也是到伫礼拜堂，或者是伫咱一般的故事内底，拢会常常听起到这个真水、真有意思的一个神迹。确实，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咱翻头转来看的时阵，满12斤，这个12其实就是永远的完全。嘛是伫马太福音书中间，咧甲咱提起着伫地灵，亲像伫天灵迄款的完全。伫马太、马可、路加，咱讲叫做共观福音，或者是讲咱往往若对大家咧查考圣经的时阵，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咱拢会放做伙来讨论。确实，咱若甲约翰倒放落去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伫这4本的福音书中间，唯一4本拢有记载的神迹，耶稣所做的代志，就敢若5块饼2尾鱼。但是约翰福音书甲马太福音书，今仔日咱看的版本都无啥共款。当然，约翰福音书的版本以后，咱有机会再来看。今仔日咱的重点拢放伫马太。当咱看起着讲，耶稣伊面对着无论是破病的人，或者是枵饿的人的时阵，耶稣灵敏伫这中间来成做神迹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伫马太福音书的耶稣，伊的灵敏来成做有需要的人的帮衬。那照圣经学者的解说，马太福音书所记载5块饼2尾鱼，虽然甲马可、路加无共款，确实伫信息的内底。是要甲咱强调上帝的疼是普世，以及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我想伫这个圣经的中间，咱安尼来做一个解说，做一个人物，甲重点揪出来。特别伫这个12经的这个重点的时阵，其实等来到伫今仔这个经文，咱好好来想，特别伫马太福音书安尼短短的这段经节内底。咱通看起着人甲人之间有真趣味，或者是讲人甲人之间迄个人性，
拢会伫即个内底，互咱看见。特别耶稣的灵命，伫需要的人的心上来表现出来。但是咱若往前来看第13节，耶稣上船对遐退去到伫旷野，家己住。意思就是讲，耶稣一个人啊，耶稣咧休困，但是耶稣听见有需要的时阵，伊的灵命就表现出来。无因为伊咧休困，伊就伫即中间来停止。我想咱倒来到伫圣经的解说内底，特别咱来认捌灵命即字真有意思。灵命即字伫英文的内底叫做 compassion。那照即个英文的字根的安尼，咱来听的时阵，其实是一个做伙，或者是讲共同咧艰苦受难的意思。所以今仔日耶稣迄个灵命，是因为伊要甲遮有需要的人徛做伙，伊的毋甘，所以伊来伫新约的内底来成做一个真要紧的关键。确实伫希伯来人咧解说灵命的时阵，即个灵命，若用人的器官来表达，拢是藏伫人的心肠的内底。所以咱伫华语的解说内底拢讲怜悯的心肠。所以爱，上帝的爱在心肠的里面连接在一起，通过安尼来表达讲一个人的情感是完全，或者是讲真深刻。所以怜悯的心肠，这个怜悯 compassion 是关系到咱人的每一个部分，伫心思来发出，伫整个的人的表现内底，会当互一个人表现出什么叫做感同身受。所以通过安尼，咱看见着讲耶稣的灵命，毋干那是伫有需要医治的人的心上，包括伫破病，或者是讲夭折的人的心上。但是温度无共款咯。咱若看今仔日个经文，照你讲温度应该是真急啦，因为伊爱保护伊的老师。但是咱看见着温度，甲耶稣讲，这是旷野，时已经过，互众人四散，通去乡下买食。意思就是讲，甲遮个人赶互走，省思思省。啊无伫遮压榨，伫遮烦，哦，这真烦恼，所以爱较紧，互遮个人离开现场。学生的反应真正常，但是对照伫耶稣的灵命的时阵，倒来到伫今仔日的信仰来看，特别牧师伫大专的时阵，常常拢伫读册会内底，阮会读这本册，叫做《属灵操练的礼赞》。这本册的作者是北美洲一个真出名的一个灵修的牧师，叫做富士德。伊伫这本册内底来提起着耶稣的学生的一个反应，伊安尼来形容讲：如果今仔日咱也会晓甲人分享，咱会当伫咱的忧愁或者是讲焦虑的内底得到逃亡的自由。那如果咱唔肯甲人有去分享的时阵，咱就是活伫这个焦虑的内底，伫遐得到束缚。所以咱会当去安尼来去理解讲，这个学生因为就是挂虑讲因为5块饼2尾鱼那尔无够食，所以爱互这个人较紧散开，至少爱互耶稣食饱。这个学生的反应拢真正常，嘛是真咱讲正确的反应。确实，咱倒来到伫主祷文拄则咱所暗念的时阵，其中有一句话甲咱讲：阮的日式今仔日相似互阮。所以，咱会当伫这个过程的内底来看见着讲，上帝应要伫上帝的手势内底来表现出来。确实，学生的反应，咱倒翻头倒来看耶稣的时阵，耶稣的疼，就那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迄个疼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明白
病痛中的人的需要，耶稣认同腹肚枵的人的欠缺，所以耶稣来满足人心灵的需求。马太、马可、路加，敢若甲咱交代讲，学生遮的人食饱，剩12斤。确实，咱得进一步去看约翰福音书的时阵，你会看见着啥呢？看见着讲，遮的人食饱了后，既然遮的人的反应是，这个人一定是要来到伫世上的先知啊！来甲耶稣看作是先知，所以真侪圣经的解说内底，甲5块饼2尾鱼去连接伫列王记，迄个以利沙来帮助寡妇的迄个故事，就是伫不足的中间来看见着教业阁有出。但是咱来看见着约翰福音书的记载内底群众的反应，讲起着耶稣是先知的时，转来看整个的圣经，咱会当了解讲，其实伫现场食饱遮的学生也好，也是群众也好，对着耶稣的人物，抑阁无够格。尤其伫马太福音书，咱甲看。5块饼2尾鱼后续，也就是22节到第33节，耶稣行伫海面的迄个事迹内底，咧甲咱讲，学生的信心真细，因为学生的信心真细，所以甲耶稣看作是先知，毋是将耶稣看作是弥赛亚。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也看见着讲。人的信心来成做经历神迹的一个真要紧的代志。但是伫5块饼2尾鱼的神迹中间，咱体验到上帝的同在，上帝通过耶稣来彰显对人的怜悯。所以，当来到伫圣经神迹的本质，咱来看的时阵，就是这个妖恶得到把握的时，咱会当来到伫用上界单纯的方式来去思念上帝的疼。简单来讲，神迹就是要帮助咱转去到伫上帝上界起头的迄个美好。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伫今仔日个圣经内底帮助咱，互咱去想，讲，当咱看见着5块饼2尾鱼的这个故事的时阵。上帝的疼要帮助咱去看见着美好，上帝的疼要帮助咱去看见美好的时阵，这个信息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甲帮助？咱伫顶礼拜，主日礼拜结束以后，咱有来调中集会。这是定期的中集会，所以伫这个中集会的前约1点钟的时间，咱伫正经小会有来做一个打合，咱邀请3支教会的中集来到伫咱的中集会来做建堂的分享和教示的报告。这个过程，3支教会的中集有真清楚，嘛真坦白，来甲咱讲起着3支教会的情况，包括当初时3支教会伫财务上诚做因帮衬，因有啥物款的想法甲规划，也要来行咱相关的财务的代志。当因咧分享的过程的中间，咱在座的中集拢还阁有印象。3支教会的中集伫遐来讲起着讲，因为着募款，因走100几间教会。
当因走100几间教会的时阵，山顶也走，原住民的部落也走，离岛、金门、澎湖、南屿拢走。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的长执听了感觉讲真感动。确实，伫迄个过程的内底，咱嘛甲伊请教一个问题。当恁安尼走去山顶，走去金门，走去澎湖、七美，走去南屿，到底恁募款回来够啊？较早我伫总会经验，若只要像即种对南部要起来北部募款的，哇，有可能着爱包一只游览车，或者是讲着爱伫遐过暝。所以加减减，安尼扣来扣去，到底募款回来的这费用，敢有够额来成做三支教会的帮助？这个中执安尼来提起着讲，譬如讲去澎湖因派因的同工，嘛是华中兄和惠卿姐的公主。杨玉明登去到伫澎湖，因为因是澎湖人，所以出过去回来的机票钱奉献，家己出。过去金门，因的职事讲起着讲，因为过去伫即个会友伫金门人伫三支咧做礼拜，所以过去。因伫遐会当来斗骹手，所以完全拢家己来出，家己来奉献。到伫南屿，到伫原住民的部落，拢家己买单。我想我爱坦白甲咱的会友讲，讲起着三支即间教会，可能咱有真侪人还佫会去想着讲一间遮尔美式的教会，是凭什么要共讲建堂？为什么到即摆伊甲咱借的钱还佫毋行啊？但是当伫中执会安尼听因咧分享、听因咧讲的时阵，我想我做一个牧师，我爱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转来到伫信仰的中间，咱爱去想。伫信仰的中间，咱来通去思考着五块饼两尾鱼，当因将因的有限、将因的不足摕来奉献，要来做见证的时阵，这敢毋就是伫上帝一听内底要去看见着美好吗？换一句话讲。当咱来去思考着讲这间教会无钱，为什么要建堂？为什么这间教会毋较紧兴钱的时阵，为什么咱太无去想着讲到底咱敢有法度伫因的不足中间，咱来甲因斗骹手？咱敢有法度来去看见着这间教会的欠缺甲需要？这间教会伫10月11要来做献堂的礼拜。是到因的代表会来伫咱的礼拜中来甲咱做邀请，因为遐济。淡水教会有真丰富的资源，有真丰富的资产。特别你若伫网络咧 Google 的时阵，你拍淡水教会后续一定有关键字叫做五块饼两尾鱼。昨暝我伫遐算，到底这个搜寻安怎搜寻？因为伫咱的窗仔门遮有一块彩色玻璃，叫做五块饼两尾鱼。真侪遮的旅游导览古迹的说明，拢来讲起着即块彩色的玻璃。但是牧师要甲咱大家讲的是，即块玻璃毋是一个砖塔，即块玻璃是咧提醒咱淡水教会爱以上帝做中心。即块玻璃是咧甲咱讲起着，毋通咱家己食好饱就好，是咱来看见着有人的需要，
五块饼两尾鱼的教导，就是咧甲咱提醒听甲怜悯的原则。五块饼两尾鱼的新价，就是咧甲咱讲顺服和服务的做法。咱伫前无偌久前讲起着淡江中学淡江 can help， 讲起着长老教会台湾 can help 的时阵，牧师嘛甲咱大家做一个调整。淡水教会敢有法度 can help？ 我想通过五块饼两尾鱼的这个故事，再一次来提醒咱，互咱愿意将咱家己交托给上帝，尽咱的气力来成做正人的祝福，帮助有需要的人，伫因的性命来得到供应。所以，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有2/3的教会拢是小型的教会。或者是讲，伫咱的会友的中间有个人的需要咱的关怀。牧师真希望讲，咱会当亲像五块饼两尾鱼共款，将不足化作是教价阁有春，互人会当因为安尼来经历着伫地人亲像伫天人的稳定。愿上帝来成做咱的帮站，互咱会当伫五块饼两尾鱼的内底看见着上帝的荣耀。因为耶稣甲咱讲，有的要互伊，甚至阁要互伊丰盛阁较有春。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进入到伫即个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三甲做伙通过上帝的听来看见着上帝的美好，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愿，恳求你帮助阮，帮助阮会当用着耶稣的心做心，帮助阮的目睭会当亲像耶稣的目睭共款，看见着有需要的人就心存怜悯，会当互阮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来看待阮身边的每一个人甲事物。互淡水教会通成做祝福正教会的教会，嘛互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会当伫淡水教会的内底继续伫每一个世代永远成做见证，成做荣耀。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